咱是最后呢，建班最后来见嘛吼，应该是爱较轻松的，所以讲吼，咱也是讲准备这首歌吼，来咱的大家做分享做研究咱做参考啦吼，咱首先吼，咱就先来放这个歌吼，这个歌就是咱谢公华本吼，谢公老师吼，伊来推文的吼，叫叫互咱即摆的人民歌曲吼，来牵出着咱的老母娘伊的心声就对啦。所以讲互我吼，就是来放即个即个影片吼。咱老母娘三好啦，三好，迄个咱过节，咱来慢慢是来分享，咱家己。唱的吼，咱大家这歌应该是咱都在哪里？我知道我想你呀。爱不是我，你要珍惜。咱就讲以后讲生活行道理，会晓遇到大地手，咱如何看开世间，无常的一切，先人都在过，爱自心光明，人都在过，照顾来面。
咱即个是。咱即个是小编即个三好二好二，即个三好二好呢，告诉咱应该过去咱的即个新闻川的活动慢慢来应对就对啦。咱应该拢捌听过，捌看过嘛，捌听过啦。所以讲，咱小编三好。多年的这个故事那么上面叫做小编就是呢我了要向咱离开，使讲是非常的这个作干的啦，应该呢不优秀的啦，搁作忠心的那么向咱的老母娘来离开，那么老母娘。就是讲咱培养英文多共媒体面顶的，所以讲以咱的这个活动，先天的这个活动咱拢来拥有着咱的这个老母咱的这个先天道你也看咱这个咱的迄个拜匾咱是写着明明上帝。无量千机，至尊至贵，三界是福，万年在，那么这也就是呢，你甲咱讲咱老母娘伊是生理、生地、生万物的这个状态那么什么叫做三好呢？三好如母娘，三好也就是呢，咱老师过去呢，甲咱。提示过，伊讲三好就是呢，理天到气天到孝天，理气孝，这叫做三界。那么你这个三界呢，伊有一个临界点就对啦，这个临界点这个所在，那么老师咱老母娘呢，就设迄个三好伫这个所在，迄个临界点这个所在。那么呢，伊甲咱讲，咱先对这个对第一段来了解啦。自从离开老母娘，流浪到东土，三好日最切来，先医的不见。妈，你是在哪里？万物主靠呼唤，不见你的影。苦海怎样生活？自类掉天情所以这就是咱老师第一段伊甲咱讲的，伊甲咱讲呢，为虾米咱才会含先天老母来降东土人间这个凡间的这个世界内底为虾米咱才会含先天老母来那么来降东土这个人间世界？为虾米？因为老母娘伊是生天生地生万物的总主宰那么因为天地生理万物拢皆一嘛所以讲欠东土呢的这个环境无人顾欠缺男女贫困。那么迄个时阵呢，就是咱老母娘会使讲是半巴的这个不得已无奈不得已的这个无奈就对啦。这个状况之下，只好人生下地了，依天的有力不主。
那么咱叫了有资料话，咱老母娘甲咱讲咱是呢90个原太民主呢，咱是本来转世是老母娘的这个分身呢，是老母娘所生的囝呢，所以讲啊，做伙降来还地，来于这个世界，那么呢，每一处咱若落来这个环境，以这个目前民主落来到环境呢，咱落来安尼，感觉讲啊，这个环境无好势，所以讲咱就去转去，安尼老母娘伊就来派咱原主去再来，咱就转一个，所以咱永远就拢以这个环境来处理这个世界。所以讲老母娘伫这个福无奈的情形之下，老母娘伊敢呢只好做了这个变手变手呢，那么就是讲呢，那么伊来做了这个，人讲相处不芳呢，搁呢不顺呢，这个美酒对吧？互你感觉讲你饮落爱会亲情百倍啦，1000倍啦。那么甲咱讲，做讲甲你骗也好，甲你引诱也好，就是要防罪咱救主这个菩萨。所以讲了，咱老母娘甲你讲，咱是呢，救主呢，咱是菩萨呢，大家拢来凭这个，不怕呢，搁呢，不顺呢，这个依据就对啦。所以讲大家感觉讲啉咧讲足润流的，搁足好啉的，所以呢，老母娘讲祝福主大家若感觉好啉，就加啉寡，所以大家就一直啉酒就对啦，相处的美酒，结果一直啉的大家拢醉茫就对啦。所以讲迄阵老母娘当呢，设一个大仙，设一个大仙。那么这个大仙就是讲咱啉酒敢是身躯一种酒味嘛所以老母娘讲未大家拢来洗浴来洗浴，来静心因此咱祝福主听着老母娘安尼讲。大家咧就感觉讲安尼好咱有迄个说讲迄个大仙地，迄个所在要咱静心，能够咧洗去遐个歹的迄个酒味嘛所以讲就大家就从即个仙女仙的拢烫起来，到底迄个洗浴静心。所以老母娘趁这个机会从这个仙女回收收得了咱的几天的这个所在所以讲事后咱观开民主那么大家当咱手摕来的时阵无怪着老母娘煞是呢仙女仙女佫无怪。当然，迄个时阵大家会紧张有啥物咱讲咧若无先知先例会安怎？无先知先例，人家讲台语话讲一句讲迄个变无脸啦。讲若无先知先例变无脸，为啥物呢？第一你袂当听有教第二你袂当千变万。第三，你呢无神通啦，所以讲如果咱老先知先年轻的讲孙节咱就要等来到明天等来到西方国国对不对？孙节因个咧来到东土的所在，咱若要食啥物物件安尼随便就随有所以讲迄个情景敢是足好，所以讲老母娘会使讲是不点伊的情形下。当然，像咱的仙女仙的
甲咱修正明天啊，所以有从先以先一个来叫老母娘修等了，咱就听见这个苦海当中咱讲呢凡间实在是无好耍，真正呢，咱讲苦海，真正是凡间是一个苦海。啥物仔咧讲呢？咱讲呢，凡间头第一个，就是呢有限数的交替，下顶搁呢有一个气，当咱若入去读册的时阵咱的心情会足歹的，对不对？所以讲爱找冷气所以讲迄个第一就是讲伫即个环境有限数的即个交替，第二。咱有即个肉体，咱得爱到凡间呢，抓即个肉体互解基本的，咱还佫有即个即个基本生活咱爱家己料理。比如讲食衣住行，咱拢爱家己料理。若讲食药，你啊看，即摆呢，咱即摆有咧办即个铸造的，尤其是咱这老菩萨，你啊看。过去人要办铸造的若是无人煮你啊看伊三十就感觉讲迄个嘛足麻烦，嘛足有困难，对不对？咱目前嘛做夫妻咱这老菩萨大家会当呢，恁会当来遮服务嘛讲两拢没有问题。咱若去拜了礼拜有时咱会感觉讲哇，迄个咱。伊拢咱人煮互咱食，即摆咱来拜咱礼拜无人煮的时候，咱嘛是感觉讲为着食嘛足麻烦啦。所以讲伫即个环境内底原来迄个肉体本身足苦苦的安尼，你要家己处理，就足麻烦就对啦。煞入去呢咱人生佫有八大苦。人生有八大苦，有生老病死的苦以外，咱嘛佫有呢，佫有求不得苦，佫来爱变苦，甘对？佫呢万分悔苦，佫再来五分愁。所以讲会使讲人生有足侪苦啦。煞入去呢，咱呢伫即个环境佫有啥物？就是佫有足侪灾险嘛，敢是？连你若是水灾，若无就火灾，若无就风灾，佫有台风，煞入去呢，佫有呢，佫有土石流，佫有SARS，讲起来足侪就对啦。所以人生有苦，真正人生足苦就对啦。人生有苦啦所以讲即个当中，咱就是爱修学道嘛爱修学道，通去回去天堂，这就是咱老母娘即个心声。那么第二段咱来讲啦第二段就是呢，离开故乡来到凡尘，已经是6万年啦。煮酒饮饱无味高。培养应温教多教在归体，咱今日爱情历史修为天，正面顾老母安母娘心那么这就是讲咱第二段要来甲咱解说咱以前离开咱的老母娘。已经是6万几年啦，即6万几年，会使讲咱人有即个运命，咱人拢有即个运命。那么天地嘛是共款，伊有即个气数，有即个运数，所以讲咱原来有主为虾米讲咱要解离开咱老母6万几年啦？因为人有运数，天地有气数。那么这个气数呢，就是讲迄个咱
咱一元一台元有12月嘛，那么一月有10800年，12月拄啊11,900年，所以讲主月当开天嘛，秋月结地，阴月当来生人就对啦有咱人以后那么规8月甲9月这段期间那么就是秋分地势咱讲秋分地势3分14年嘛所以伫这个5字会使讲是秋分地势已经过去啦。那么即阵呢，就是讲是迄个5字交替嘛，所以讲咱老师伊较拄啊伫迄个歌词内底伊讲啦离开故乡来到万年，已经6万几年，祝酒饮饱一直到咧5字交就对啦。所以讲5字交就是咧拄啊好迄个5月到2月会使讲是拄啊3月减年就是培养应运啊所以月减年的时阵三德大开普渡老母娘当上即个大道传遍天下对啦当上即个道教即个规矩书明即道咱今日呢到遮尔咱容易咱来即道，所以老母娘伊过去伊讲呢，应时下论义气文武讲道啦，财三分万元后普渡时那么这也就是讲如今经过6万几年了呢如今咱已经老母娘要含即个佛祖约定回天的这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讲老母娘咱上即个大道降来人间指引一条呢咱要即个回乡的地，佛祖要回天之路所以讲伊派了咱呢，以即个培养的即个三仙本那么培养的三仙本，咱都知影咱白羊印印，那么咱先天佛堂呢咱都摆设除了讲咱迄个讲咱的老母娘以外咱嘛还有咧三仙本，就是咱的二月份，咱的这个月份，咱的万菩萨这个就是要来采这个三分来办理办互一中普渡的话术就对啦所以讲咱文书甲咱讲讲咱爱认理实修啦安尼呢，带咱回天咱要安怎认理实修呢？那么呢，这也就是咱第三段第三段咱来看到培养的事情立地分前面，也伫姊妹手牵手，建立连回乡干戈化来咱真正来看到世间是苦海，回转咱的苦忧，快乐办发财这个就是第三段咱这个老师借着这个歌曲讲到这个歌词就是呢，嘛是咧讲老师希望讲咱趁着这个培养时机立地分前程就对啦就是爱快马加鞭赶紧来上课那么呢，咱讲呢，兄弟姊妹手牵手兄弟姊妹就是呢人讲天下间，咱拢是一报之主，一书之徒，无分你我咱拢是兄弟姊妹咱兄弟姊妹，咱爱手牵手
心的心，咱爱呢，即个互相的体会来建立了的修道家庭，所以讲修道，咱来讲呢，一条心，咱无讲无济大小啦，呢无讲是非啦，是讲咱讲无济大小，就是讲无分讲你较大，还是讲迄个啥物人较大。当然，咱人伦内底，咱有一个体制嘛，咱有即个有即个父亲论啦、传师啦，有领任啦，有组长啦，安尼当然啦，这就是一个体制嘛。咱这体制，咱嘛是爱尊重这体制，但是呢，伫即个你的内心当中啦，大家呢拢是互相互相来互相帮助，无咧分讲迄个啥物人较大，啥物人较细，所以嘛无咧讲迄是非的啦，所以大家拢一定平心平等心来看待，平等心来看待，所以讲这就是讲咱未来咱要成就带动世界的目标，所以讲咱爱看世情啦。这个世间是一个苦海，世间是一个苦海，所以培养伊咱的修持，老师会处理，咱嘛呢，甲咱讲，咱来正理实修啦，爱情理实修啦。那么这个情理实修，就是要照计修真啊，爱情理实修啦，要安怎照计修真？如果来咱照计修真，情理实修，咱咱为先天下咱先天老母当主一等，那么要安怎情理实修？那么呢，就是讲咱目前三支原则，三者大概普渡，多共伙体，使人得道。那么咱今仔日每一个人，咱拢有来修道，咱嘛知影讲咱自身拢有一个不善。那么这个不善，就是依照这个真主人，依照这个真主人，作为咱这个做人处事，依照这个作为这个主宰，所以讲咱今日爱修万道啊，爱修万道。所以讲，啥物叫做人格有真啊？人格有真啊。当然，啥物叫做真，啥物叫做假？而且啦我遮讲啥物叫做真，啥物叫做假？那么咱孔子伊甲咱讲啦，咱一个人就是讲拄好两过啦，两过，一过呢，就是咱先天，一过就是后天。咱今日有这个肉体，是呢，有情无义交感是咱这个肉体，天道生大，运道生女。所以讲咱有这个肉体是老爸老母互咱的，所以咱来依靠是互咱。那么如果咱来今仔有这个肉体，若无先天的老母符合咱这点的名性，这个不行。安尼，咱这个人嘛未成为这个真正的人，真正的活人就对啦。所以讲咱当咱若三处二等，一口气若无来，那么咱这个肉体是一个死尸，咱是安尼。那么这点的名性，嘛是咱存在宇宙当中。所以讲肉体，咱有形有相，咱有看到的。是有形有相，咱若无看到的呢，咱唔通讲伊是无啦。所以讲有形有相是有生变，无形相的呢，伊是不生不变，所以讲伊会，咱若100岁以后呢，咱这个肉体，就会无去啊。所以叫做呢亡命啊，亡命一定无去啊。安尼，咱的这个不生不变。这个灵性，是永远存在这个环境，存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啥物是真，啥物是假，而且呢，咱可
所以做一个分判，真甲假才咱会当进步去甲伊认识，去甲伊认识。所以讲咱今仔日伫即个三批法则、三德大概普渡，多讲过这书面得道，咱今日得道，咱知影讲，咱内心内底咧有一个自性佛，有即个佛性，所以讲咱来依照即个真主人，做人处事，拢爱去问即个，咱来，互即个来做咱的真主人，做主。所以讲咱今日一定爱修学道，修学道，咱嘛爱照假修真。所以咱即个照假修真，就是照着咱即个百法，咱嘛来行讲明着。咱讲度人救人心愿人，这就是讲度人，救人心愿人。咱讲要度众生，要度众生，众生，因为讲要度外口众生以外，咱嘛爱度咱内心的这个众生敢对？所以讲咱一般人咱讲人假为真，咱爱看方面就是讲一般人咱有即个外口咱看着即个形形色色，拄到咧，我迄个有形象的，我看着，我敢要相信。如果咧，若无我看着，伊甲我讲迄款迄个欺凌的物件，无我看着，那么我会半信半疑，所以讲我会无相信。尤其是即摆咧，咱科技进步的时阵咱拢依照咧科学，那么来作为讲来证明就对啦，来证明若无科学的证明甲认定伊就袂去相信。所以即摆人拢比较咧较现实面来看，拢是因快乐较严谨。所以外口即个形象来讲完全拢是咧即个拢会受到欺骗所苦，为了所骗。所以讲来甲咱围绕。所以那么咧，伫外口咱拢会受到酒色来去，那么咧内在的贪嗔痴爱。迄就是讲反魔来入心，所以讲咱在进入了六道轮回内底啦，因此咱知影讲啥物是真，啥物是假的时阵，咱咧爱照假修真就是讲咱咧爱修学道，爱行讲明德，爱度人救人。那么咱知影，我讲度人救人是天外公啦，那么咧。咱嘛爱知影，咱讲度咱度外口的众生，更加爱度咱内在的这个众生。那么咱内在的众生是啥物呢？无非就是讲，咱的度咱的脾气毛病，咱的反魔的众生，这就是咱内在的众生。那安尼呢，人讲呢，对我度人救人，咱就是咧行外功啦。所以咱即阵拢常常咧讲咱爱迄个爱内外兼修啦，爱着福慧双修。咱度人救人心愿这就是咧行外功。那么反倒转来，咱度咱家己的众生，就是咧体内德啦。体内德就是咧咧修慧啊。所以讲咱爱咧福慧双修。如果安尼，咱就回归本来自立自修，咱咧先天老母爱同一等。那么，这样就是咱这3天就对啦咱的老师所甲咱讲的而且咧浅显的这个解说啦如果大家搁进一步会当去了解这个三山好是无用，而且来龙去脉，对吧？咱就去参考咱这个
母困住起来，互母困住起来所以，黄母信主实践这就是在民国30年的时阵，就是迄个西元1941年，咱老母娘咱们亲即个东府来到大陆，咱的即个先天罗堂，借着三台，所以讲伊留下了即个定官司就对了，所牵出的，就是咧甲咱讲，咱的灵性是从何而来的那么这个灵性的这个来源处，甚至讲天地万物的这个根源。所以讲连定官书内底伊讲咧，本自于东土之由源，诸路方本拜天人，是以家情点名强，盖得风开多见啦。那么吹云东土之由源，这就是讲借着这个三代的这个定官书。留在人间来指出之由源就是讲指出天地万物的根源，甲咧灵性的这个来源处。那么诸路方本拜天，就是讲咱众生拢是老母的囝儿要如何来翻本就是讲咱的灵性。要安怎恢复到无极与天就对了，搁再恢复塑心对啦。那么呢，拜天爷就是讲咱天爷祖师，就是后东方18代祖师就是咱的济公老师的化身那么是家前多钱就对啦，是各界咱。这个关开主咱拢爱努力爱来修行，来成就了福德。所以一概的一概的冤魂主细听经文。那么这个一概的冤魂主细听经文，就是讲各界咱上细听咱的灵性是对对个因缘在哪里所以讲因为。动向尽了天医现象，这是咱老母娘借着三代来显露了西天的这个根源，甲个灵性的来源处，这就是这个奥妙啦所以讲，亦当初天与分以变就是咱像当初天地还未分化，那么气体无成气体，固体无成固体，宇宙无成宇宙，迄个时阵就是大地嘛还未分开乾坤嘛还未分化，所以呢，渺茫茫就对啦，无人空空空一土，这就是讲渺茫茫就是讲非常的这个昏暗。而这个昏暗，无天地，来天呢无一关，无人我，万物拢呢分别只有空空的，迄阵这就是迄个无极与天，无极与天的一个定啊。所以讲，咱去了解先天的老母，先天老母，它就是道。它就是无极老母，所以呢，伊是生咱的这个灵性，所以呢，嘛是咱是老母的这个儿女就对啦。所以呢，有听咱讲有六个原主先天同进就对啦，气就对啦，同进所以讲咱90年的这个原太主咱这个老母娘拢称呼咱是呢，咱是原太主呢，
啊，当在无业里天啊，所以讲即个无忧愁啊，无烦恼，自在安宁，就是讲无有一点仔忧愁，甲烦恼，逍遥快乐安宁。所以讲，先兄弟，先姊妹，无心相伴，这也就是呢，咱拢是呢先兄弟，先姊妹啦，时常拢规划这个老母的成父母，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啊，随老母来拢跟随伫老母的身边啊，来来去去，拢无来伫老母的身边啊。所以呢，用老讲真逍遥，随意即个玩耍就对啦。就是讲，咱教主在这个无极里天啊，任你逍遥自在，随意生甲你不爱耍就对啦。那么这意思就是讲，生甲不爱耍咱的心清凉，画彩虹无量的这个资源生甲你不爱耍的时阵你搁会当的徛清凉啦，搁会当的坐彩虹咱讲咱拢是徛坐凉的，坐迄个彩虹，搁迄个清凉，迄个凉飞来飞去安尼就对啦。安尼佚佗来佚佗去，安尼会使讲是逍遥自在就对啦无量的这个资源就是讲伊会当去游历升天的迄个妙境，顶的这个资源甲殊胜不苦寒不苦暑，无当即个无所不惯即是讲咱拢是先天会使讲无寒无热的即个变化，所以呢，大家拢是即个先父嘛，所以讲大家家己对家己拢有即个约束所以讲无人会去甲你介管，无人会去来介管，所以讲心中嘛无即个环境所污染无污染，所以讲社无处人后去，社无处人后去，先天了结社无处就是讲伊即个因缘无代志因缘无代志的时阵咱会当尽力去观想意见的这个定就对啦迄是非常即个美妙的这个景色当咱你佚佗甲会使讲文原来河下鱼河上，即个欢喜就对啦当咱佚佗甲呢你身体有感觉讲足疲劳的时阵你就静下心来来咱下棋对啦来行棋来开心来弹球来演奏所以讲会当逍遥静闷食的呢就是呢食迄个仙桃食仙桃叫仙桃果香酱肉，即个肉液就是即个新鲜食迄个仙桃果，会使讲是非常的即个芳，搁非常的即个即个足好食的即个品种你食会当咱讲真是百倍，但是食呢，是真是千万倍啦所以含咱人间的迄个水果就无共款青的是冰山的鲜米鲜菜这就是讲这个鲜米鲜的这就是咧讲身体的一个保护就对啦这个鲜米鲜的会当互咱清的会当轻闻教育，会当千变万化有神通
所以讲目前你听就是咱性情所大的所在。若即个安尼讲起，老婆如果甲咱提示安尼讲起伫即个所在讲起，伊是会使讲非常的即个足好耍的对啦，足好耍的所在。安尼咱讲想要回忆天转去听闻大家咱讲艺术想要转去有嘛所以讲大家拢放下所以讲那安尼咱就爱努力的即个修行咱的老母就是咱找咱转咱最后咱要再来欣赏即条歌曲咱会要求的唱咱就唱。